乡村的街道上静悄悄的，雪花从灰暗的天空飘落下来。村子里的人在街上讨论着国王要来到村子拜访大家的消息。村子里最有钱的西蒙听到这个消息，很希望国王来到他的家祝福。真冷啊！国王是否会来到他的家做客呢？听说国王又要来到我们的村庄里了。是啊，为什么又来呢？他来这边要长期住下来吗？有可能哦。可是到底怎么来啊？不知道他怎么来啊。可是哪一个户人家会得到他今年的宠爱呢？那我们就等着看吧。那我们回家整理一下，看他今天来我们家吧。回家了。好吧。国王要来我们村庄，这是我认识他的一个好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赶快回去准备。我要让国王来我们家，让他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可以好好的来招待他。我赶快回去叫我太太来准备。于是西蒙就赶快回家，请他的太太莎拉准备丰盛的食物，满心期待着等着国王要来到他家来拜访。国王会来到他的家吗？满心期待着国王会到来的西蒙，所期待的是一个国王吗？可能是一个穿着破旧衣裳的乞丐。西蒙是否会招待这位老乞丐呢？他是否会收到国王的祝福呢？莎拉，莎拉，嗨，亲爱的，你回来啦！哦，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亲爱的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现在全村都在讲国王要来我们村里吗？国王？对呀。哎呦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村子那么大，国王哪会来我们家啊？开玩笑啦！我们家是全村里面最有钱的嘞，他不来，去哪里啊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太爱面子了吧？人没有面子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去给我好好准备一个很丰盛的晚餐，一个很澎湃的晚餐。我要请国王来，我们好好的招待他，知道没有？快去哦，快去，我去换衣服。好了快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也不想想看，我这么辛苦，还要这么卖力的。你没有说要点灯哦。哦，对哦，记得要点灯哦，让国王看见我们家门口有一盏很亮的灯哦。行动这么不方便，还要服侍这么龟毛的老公啊！于是莎拉把窗口的灯点亮，好让国王可以找到他们的家。他又进厨房去准备很丰富的食物，准备让国王来到他们家澎湃吧？享用。让你们看一下。哎，有人在敲门，谁呀？哦，难道国王这么快就来了？我去看一下。哦，来了！这个时候有人在行敲动不方便，门，是国王来了吗？太太，我还没开门。我很饿。莎拉打开门，发现门街上有一个哎呦，穿着乞丐，破烂你的怎么穿着这么单薄啊？来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！好心的太太，我真的很饿。我厉害，在挡呢。快站起来！我刚刚去富强大饭店都吃光光了。我好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有要款待国王的，我可以分给你吃来。你家好温暖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太太你好美，好美哦。哇，怎么
狗腿啊！好温暖哦！哇，你来这个食物，我跟你说，变成我好饿。这个是今天特别为国王准备的，我分给你吃谢谢，你尽量吃。谢谢，来，哦，你看，我好饿。哇，这个比不是富强大饭店剩下的，不是。哇，好丰盛！这是我准备的。哎，哇，你看，还有龙虾。哇，谢谢。哇，你好心哦，真是好心有好报。来，我吃，谢谢。尽量用哦，尽量用。我去帮你倒水。好心的莎拉，她准备好多食物给乞丐享用。正在享用的时候，西蒙回来了。莎拉，哈，你过来。他是谁？那个阿勇乞丐。阿莹，叫他亲，你不如叫龙龙。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很可怜。你看外面那么冷，啊，请假借，然后又肚子很饿，然后富强饭店又不收留他。什么时候了？啊，国王快要来了，你拜托你，你会分辨沙西米跟咸鱼不？这是咸鱼呢，咱阿姨是国王那个新鲜的呢。国王，我们准备给国王的，分他一点点，他就够了，他就饱足了。所以我们要同情他。不，他是乞丐，他是乞丐。我要的是国王，歌我国乌丸丸，你听得懂吗？国王，知道吗？嚯，嘿，你，嚯，你，嚯，干小心，你慢慢吃，你别给我计死吼。那条死你家哦，阮都变凶宅，看咩来办？吼，拜托，赶快倒水，快！你先喝一口，来，先喝一口来，先喝一口。不要这样了，好了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先吞了。我问你，我们对你好不好？很好哦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心有好报。好报，我报你好，很好报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好处？我就送你们好礼物。好礼物？一个最好的礼物。你啊看，这根本都无气质嘛！一个嘴遐济面，在底下咧讲话，我真正好，你会送我礼物？对，一定会送你们好礼物。你们太好心了。好，我那么多好吃的东西。好，紧紧走，国王还没来，拜托诶，他紧走。我去看看国王来了没有？这个鸡腿再给你哈。那个鸡腿要给国王的，什么给他？放着，快走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有韩国的鱼，我这个好的韩国的鱼。气死我了。谢谢。真的是。我跟你说哈，带你们看国王讲哦。他其实心肠是很暖的，就是那个嘴巴哈比较不好啦。不好意思。我开走。好，不好意思啊哈。对，外面那么冷哈，我跟你说，来，这个给你，他别去晾掉哈。来，谢谢赖赖。哇，谢谢大家。客气，你慢走啊哈，你慢走哈。这个也给我。这个，可是我给你，我就不能走路了。你再也不需要这个了。是。对。好心的莎拉不但给他丰盛的食物吃，还送给他围巾，连拐杖都送给了他。但是老乞丐有承诺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到底什么是珍贵的礼物呢？你的拐杖呢？拐杖，他那个阿勇乞丐说有需要就送他呢。他有需要你就送他。是啊。他如果说他需要老婆嘞？伊迄个现靠有人会介意啊！你想嘛知，除了迄个假爸吃饱的以外，谁会嫁给他？宝贝啊！宝贝。你没有拐杖也可以走路。你走看。真的哎！来，你跳看，跳看，跳！你会走了！
就是他说要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好，那我也要得着礼物。你得着了，我要得着，我要去找他。你一定要得着我要去找，你赶快去追他吧。我穿衣服，我要得着这个礼物，我也要，这是最珍贵的礼物。我太太，你赶快去把他找回来。好，莎拉，你可以脚可以好，我相信我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人若有钱吼，就是安尼啦，知无？改天带你们去看我家的厕所，那个马桶也是孔金的啦。好，你在这里等我哈。好，那赶快去哦。阿莹，不是，阿莹乞丐，等我。西蒙看见莎拉能够不靠拐杖就站立，惊讶地想起陌生人曾经说过有关珍贵礼物的事情。他赶忙披上披风跟外套，穿上靴子，戴上手套，出门去追那位陌生人。他想要得到有关于珍贵礼物的答案。奇怪，在寒冷的夜里，西蒙一路找寻陌生人的踪迹，但却找不着。奇怪，怎么跑那么快？找不到他到底在哪里啊？就在找寻当中，他看到一个正在哭泣的老妇人。天气实在是好冷啊！哎，这个回收又重，可是不捡的话就不能过冬啦。老天爷啊！还好前面还有一个碗。怎么有一个人？实在是西蒙好奇地问：“奇怪呢，从去年就开始讲，货出去人进来，发大财。怎么还有这种人？哪里还有垃圾？阿伯，哎呦，那刚刚告诉传道，谁敢要想啊？你是北漂回来的青年哦。哎呦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有没有回收？礼拜天讲到，周间还要来支援回收。什么？这是这几间教会啊！很冷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件披风给你，这主谁有睡吧？来，我帮你披上。我不能给你什么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垃圾。你去那边，我们家那边门口有一盏很亮的灯，你去那边，里面有东西，你先去吃。嘿，刚才那个帕嘎老口卡一堆面包先加，好，你赶快去哦，哈。谢谢。我要去找那个乞丐了，啊。西蒙想起刚刚自己对陌生人那么的无礼，而陌生人却给妻子莎拉如此珍贵的礼物，不觉羞愧起来，怜悯的心油然而生，便脱下自己的大披风送给老妇人，并披在老妇人的身上。老妇人道谢后就离开，西蒙继续快步地往前走，继续找寻那个陌生人的踪迹。好冷哦，没关系，保护你。好冷哦。西蒙走着走着，他又遇到2个穷苦的小妹妹。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妈妈捕鱼去，为什么还不回家呢？姐姐好冷。我也很冷，我们抱在一起，抱在一起才不会冷。现在不是少子化吗？怎么还可以随便就看到人？我一点点。谢谢。妹妹，很冷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好冷哦，叔叔。真的，你知道现在0到6岁国家养吗？可是叔叔，我6岁1个月。哎呦，6岁1个月没人养。我6岁12个月。哦，12个月。是，我手好冷哦。好冷是不是？手好冷
你要这个吗？对对，这个吗？这个这是我爱的呢。看我的手好冷他真的很冷。啊，叔叔。好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哥哥哎呦，哥哥，来给你，没问题，嘿给你，哇，太好了，你真是懂事，妈妈怎么教的啊？哎呦，谢谢太棒了！哥哥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的脚好冷哦。脚，对，可都是我只有走不动这一双。拜托，好了，拜托，干脆给你啦。哦，给你，好，我穿穿看。给你。姐姐，这个会不会臭臭的？不会不会，我有穿袜子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金的耶！耶，好特别哦。哦，我们是有钱人吗？对，你6岁1个月，不代表我要养你哦。哦，你不要这样哦。我老婆现在脚好了，追得很凶哦。你不要再过来，我跟你讲，拜拜。我要去找那个乞丐了。太往那叔边叔，叔叔，请问一下，我牙齿痛要去哪里？好好，去我诊所挂号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在说。西蒙做了一件连自己都吃惊的善事，他脱下自己温暖的靴子送给了小孩，又把手套送给另一个小孩。他光着脚丫向前走去，搓着没有戴手套的双手，顺着雪地寻找那陌生人的脚印。他继续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奇怪，天气才这么冷，真的很冷哎。可是我明明记得已经，现在不是长照2.0吗？还会有独居老人？没有，长照2.0，要55岁平地原住民，他满55岁。这政令宣导，嘿，这蔡英文有交代，爱政令宣导啊，55岁。哎呦，搁会准呢，搁会准啊！阿伯，你安尼拿这张手啊，砸到你的面啊，安尼我看袂到你的面，嘿。刷较过一个，嘿，对对对， 15分钟好演尔。我足紧的，足紧的。阿伯，你要坚强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茫死伫遮。我等你，给你勇气，你死较紧我啦，好不？吼。是啊。嘿，我是讲，给你氧气、勇气、氧气，给你死较快活，较死较紧我，知影无？是。吼，好来，啊，我跟你讲吼。我带你起来，阮兜遐有物件，你通去遐食，吼，来起来。我足寒呢。你足寒哦？是啊。你要洗牙，所以，嗨，即摆大家拢要诊所啊，奇怪，洗牙。紧来。你会寒哦？会寒。哦，我今仔送你穿，来，好，到遮来，今仔日全部拢互你啊啦，来，安尼会使袂？你爱甲我穿的。我爱带你穿咧，吼！哦，即摆人较会安尼啦，是啊，了爱来去切水。一手啊。哦，这一手是。你衫有伤细领哦。换较大领。好，后盖你老公你的寸切，吼，你老公你的寸切我会顶着，好无？来，恁就甲我扶。我带你扶者。哦，食饱拢无代志做呢。安尼你有较袂寒无？哎呀，好真济。好，啊，毋过我足寒呢。啊，你借我温暖一下啦。哦，紧的，借我温暖一下。哦。咱的手啊倒去。啊，手啊倒咧，你莫甲我麦骨啊摕倒。嘿，啊，好，我讲，你去阮兜，遐有一趴电火。是。迄内底有足侪物件，你通去食，知影无？吼，紧的，这边遐去，这边啦。这边有捷运，坐捷运较紧。阮兜是爱坐高铁呢，坐行遐。我无钱啊，买高铁票。好，无你坐捷运。哦，佫会冷呢。西蒙脱下他的外套给穷苦的老人穿，还扶起他。自己没有外套，冻得有些难受。
不过这些难受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在他的心中反而觉得温暖。这是骄傲的西蒙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。他继续走着走着，他继续找那个陌生人。哎，西蒙，发现那个陌生人来已经不再是乞丐来，而是穿着豪华袍子的国王。我就是那个，来，你跟那个乞丐长得很像。我，来，我就是那个国王，你要找我，我在这边。你是国王？我是，我确实是国王，就是我。过来，我就叫你不要带假话，你就要。过来，过来。你真的是国王？我知道你找我很久。国王我知道，是的。不，我不敢，因为我刚才有打你。我要给你礼物，过来，来，我今天就是要给你礼物。真的吗？是的，你真的要给我礼物？是的，是什么礼物？因为你已经通过了考验了。真的？是的。什么考验通过了？是的，真的。我这个礼物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最宝贝的礼物，但是我愿意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就是我的心肝宝贝。你的儿子？是的。所以你有很多儿子？没有，就一位。只有一个？对。他却愿意给我？是的。所以你不爱他？我很爱他，但是我更爱你。屁啦！不，我更爱你。你很爱他，还要给我？不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他要救你。真的？是的，他救你跟你全家。真的，他要救我。是的。可是我很糟糕哎。不，他原谅你，他原谅。我很爱钱。不，没关系，他愿意原谅。而且我有时候拔牙又拔错颗。没关系。怎么？我这边还有牙齿可以拔，没关系。还有，继续。真的。来。所以他来，我有这礼物就全部被原谅了。是的，没关系。来。哦，在前面跟我一起走，我们找寻到最好的礼物。好，是要给你的礼物。我一定要，我就是要这礼物。是的，这个礼物是为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罪人，每一个人，我要给他这样的礼物。让你永远得到这个礼物以后，永远得到快乐，永远得到平安，永远得到富足。对，在前面。国王说：“西蒙，你已经通过了我对你的考验，你跟着我的脚印再向前走，你会发现我的孩子正在等着你。”你想要的珍贵礼物就在那里等着你哦。西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们往前走。西蒙照着国王的话向前走，他来到一间小马厩。哇，马厩里面有刚出生的小婴孩。对，你靠近他。西蒙跟着国王的脚步向前走。来，就在前面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我要给你最好的礼物，最美的礼物，是我最心爱的儿子，我要将他给你。马槽里有刚出生的小婴孩。西蒙不知不觉地跪了下来，并且诚恳地献上祷告，因为他知道马槽里的小耶稣就是国王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。刚刚找国王的辛苦跟受冻时候的难过已不算什么，没有什么比小耶稣的诞生更珍贵了。婴孩约瑟、玛利亚微笑地看了西蒙，温暖的笑容让西蒙心里充满了爱跟喜悦。
对西蒙来说，这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身边有孤苦的老人吗？有受冻挨饿的小孩吗？记得要接待他们，他或许是上帝派来你身边的圣诞访客。因为你接待他们，要因着你对人的关怀，上帝要将最珍贵的礼物也送给你，送给他。